爱走，你爱走，快用风浪不要比。阿公装牛骨，阿妈熟太子，阿妹模样样，阿爸苦吞肚，可本看到，爱做看到。这一首歌是声翔乐队上一张专辑我装的一首歌《课本》。这歌主要讲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其实有太多真实的生活是没有被教授的，所以他们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关于美农、关于台湾的农村、关于台湾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我想这也是声翔跟永丰他们长期以来透过他们的音乐一直要表达的重要的讯息。林声翔跟钟永丰这对搭档是我心目中台湾当代创作音乐场景里面最了不起的组合。林声翔作为音乐的发想者，他对音乐的技术层次的掌握，他对于美学高度的自觉，他对于传统与现代对于种种影响怎么样消化成自己的音乐语言，我认为他做到了没有人能做到的在台湾乐坛的成就。钟永丰绝对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歌词创作者。他不但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面贯彻对于现实议题的关注，而且他永远保持着一颗诗人的心肠。他把文学跟现实议题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种现实取向的诗歌。这样的文字跟声响的音乐碰在一块儿，产生了像核融合一样的巨大的力量，那种感染力是无可比拟的。我爸爸妈妈钢铁属猪的，所以我很少帮错路，帮啊都算强起来啊，佮强帮错。我爸爸妈妈应该台的人，大部分都鼓励读书读个上去的，出去落要深头路。我书读个很做得，因读因研。一切到美农反水库运动之后，我感觉到我还是甲各适合来写有关农业、农民跟家乡有关的那个主题。半山间，旗帜人工民族性，北接山谷中永丰，南面冲准阴凉天，春游太溪冲上天，日间翻转拼牛年，秋风咸咸古巴梦，国土中央有一年，思想记。爱中野蛮，艺术昂水，出公标难，滚滚接接，将一块心电斑斓，思想意，爱中野蛮，艺术昂水，出公标难，滚滚接接，将一块心电斑斓。
万山岩，是指人公民主性，别接山谷上平风，南面冲准阴凉天，有太气冲上天，日见半山拼牛命，秋风险些古巴梦，不过中原有一命，思想起爱中野蛮，艺术硬性，树公平难，滚滚贴贴，将一块心电斑斓，思想起爱中野蛮，艺术硬性，树公平难，滚滚贴贴，将一块心电斑斓。我第一次听到声翔跟永丰合作的作品是，应该是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我听那张唱片听得热泪盈眶啊！我生平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很后悔我并不是身为客家人，我的母语不是客家话。要是我懂客家话，我从小说客家话，我听这些歌的感觉可能会更深啊。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从来不觉得客家话对我来说是阻碍，是门槛。假如我们听英文歌、听韩文歌、听日文歌、听法文歌都不觉得是问题，那客家话应该更不是问题才对，那是我们这个土地的语言啊。其实也没乜嘅建设，其實就自然啦，等於講就用我哋熟悉法系頭嚟創作，所以我認為用客話嚟寫一啲東西，能夠寫出十分當時頭嘅故事。我認為語言唔係最困難嘅。其實困難嘅東西係呢，因為對那個議題嘅本身嘅那個資訊，也故事嘅手法，因為我哋愛寫歌嘅時節，必須要跟那條脈絡全部嘅透過手法，然後有辦法變成一個音樂。因為那擺係呢談石化污染嘅問題嘛，石化為那條空氣嘅污染一來都比來比去，也唔是用負責嘅。
天幕标榜，每山连风跳，从有呼吸，姑娘莫呼叫，工厂有呼吸，姑娘莫呼叫，莫马蜂啊，言心已得准。跟上一张专辑《我装》比起来，《伪装》这张唱片是更向摇滚乐靠拢的啊。首先，声响的乐琴它插上电，变成一把电乐琴；打击乐器加入了整套的爵士鼓，福岛纪明的爵士鼓。那再加上本来就有的这个透露的贝斯还有 Ken 的电吉他。更特别的是，这次在民乐的乐器上，它加入了二胡跟唢呐的线条。所以所有这些乐器交织在一块儿这个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因为你怎么把西方的元素跟传统民乐的乐器放在一起？它不只是音乐语言的差异，还有这个声音特质上面要能够融合出不牵强、是自然的有机的整体。我在听《伪装》的时候，2张 CD 一路听下来，听到最后倒数第2首，那个曲子叫《风入松》。风入松本来是传统北管的牌子，是唢呐吹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传统的曲牌，一个北管的曲牌，变成一个摇滚演奏曲，居然可以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在里面听到了好多，我听到了海风，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我好像看到了我们祖宗世世代代的脸孔在这个演奏曲里面闪现。我真的在第一次听这首曲子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
刚刚所演奏的这首曲目就是北管的曲牌《风入松》，这个我们常常在庙会常常都会听到这个曲牌。它算是国歌，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首白记。没错。通常传统戏曲它有很多的基数拍，那这个基数拍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跟演员去跟他的唱腔，所以就会有很多不规则的拍子。可是这是因为我们要跟声响乐队有加入了吉他还有贝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基数拍的东西改成比较规则一点的4/4拍的音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火神奏》，拍子呢就更加轻快，比如说打仗啊，或者是起兵这时候使用。对啊，火神奏呢其实有分母声、清还有战，在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取这3个段落，然后再取它的片段，然后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火神奏。2009年，我跟布袋的本地人的北管的乐团合作，他们的音乐跟我知道的西洋的音乐真的不一样。比如说那个西洋的乐谱的话，那个音乐的旋律的长度一定确定，可是北管的乐谱的话，那个旋律的部分旋律人可以控制长度的。所以那个概念真的不一样。For me, I listen to their music and I think, I don't know why, but I imagine the street of Taiwan town, and the feeling is like people riding bicycles through the street, and people meeting and crossing the road, or that kind of feeling. I get that kind of feeling when I listen to them.做音乐啊，意识形态的正确永远不等于作品的高度，它不能保障作品是好的。你的出发点再善良、再正确，也不能保障你的作品是了不起的，这是2回事啊。尤其是声响乐队，他们要处理这么沉甸甸的、不容易入口的题材。《伪装》这张唱片，我认为是声响跟永丰认识这么多年、磨合这么多年，终于胆识跟技术都已经可以完全掌握的状态。所以可以拿出这么一张火力强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们碰到了一群对的人，这一群乐手，他们有着精湛的技术，而且有着绝好的默契，才能够成就《伪装》这么一张精彩的作品。
我是想要写沙发业嘅题材，因为沙发业跟农业、跟我哋生存环境关系十分深。但是这个题材看人的体系、议题十分快、十分深，所以其实没一个简单的事情。还是等到后来有反北强的运动，有一本个电子的南风的摄影专辑出来，受到鼓励，所以开始请各式各样上映，开始有帮人去写个东西。因为一个看你安排题目的一个故事哦，写个多种上映，冇像那种艺术形式，所以一个花一些功夫，你要把它写出来。做，毒蛇你命，爱做，爱做，传世艰辛梦天长，爱做，爱做，跳水面，爱做。用风暴，你要比。我把流动水难死，快不内天意雨，你的流色是多伦。差不多2013年复训的时间，预备去云林的海参。当时凡是来路走出来路杯8年的时间，这边的朋友都讲啊，子女讲，这边路的绿墙啊，有嗰度电的嘛。结果过冇久的，看到有一个路嘅风光爆炸呗，嗰度路糖度爆炸上映嘛。未将那条歌嘅系咧跟台视有关。台湾有2个台视，一个系咧云林的台视乡，一个系咧彰化太上的台视村。迄种系去拜太上乡的台视村，经过一个火房，火房路边围上温暖已经翻中的610户的时光，从你火房的天公路对过去，真是像398期的烟囱感。所以我感觉到这些状态真是不一样的空气污染一层又一层保暖。
吼，阮迄条麻仔是真高啦，一摆掠着拢几啊万块，啊就陆天来，即马咧掠拢掠无啊啦。过15年差不多要灭村啊啦。阮的性命毋达到越南就要死啊！阮的身体内底胆固醇遮悬哦，所以规身躯拢会轻锵锵啊。阮庄的遮人对较早甲即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无变较好，但是呢，身体变较歹。我翕上翕20几年啊，我想着嘛真艰苦。即个国家、即个政府，到底对阮遮住民有做啥物代志无？彰化太上推西村的村民，也每日面对的就会安尼。另外还有一个云林。台西乡的陈先生的真实故事。陈先生有个爸爸妈妈、阿姐，还有最细的那个，得到肝癌过身。陈先生跟爷家的两三妈得到肝硬化。有一日陈先生以拔梦，拔到也最细的那个来脱梦被因讲因叫，讲阿爸走。阿爸紧走，所以陈先生跟也在路间路卡的火车改装成旅行车去山地杯生活。那呢，现代台湾环境难民，接下来唱那条出不走。从家富士晚送茶，四轮贵州3吨半，加倍被穷下，乡亲抢的燃料，冲的恶水，暂时爱出家油。妹阿姐，命真切，不言不就，本硬化作邪，因此被骗。
咱中国，爱唔甘认同，爱唔甘认同，只是世后话，突梦紧叫，阿爸走，阿爸紧走，阿爸走，阿爸紧走，阿爸走。高速公路做准备，因为接3个，甲我已经驶到，从西路8号，紫菜不是大猪队。你不要以为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好像离你住的地方很遥远，台湾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但当你听韦庄这个唱片，它带着你去逼近那些故事发生的现场，甚至你家破人亡的这种场景，它并没有用撒狗血的方式去嘶吼或者去弄得很戏剧化，没有，正好相反，都是用一种带着点压抑的或者是很平实的把故事诉说出来。那样的震撼反而是最强烈的。条人啊，当初食面10把葱，也扮人生，你用的上烧，茶行竹山汉，入入骨，云浮满山土。乡也免死，是有真有笑，出唔走，爱出唔走，出唔走。东行78快速道。高速公路做准备，因为接3个，甲我已经驶到，已驶到，从西路8号，紫菜不是大猪队。那2-3年来，佢爹去啊到各乡校的小学去做音乐嘅演讲。啊，刘德伟都譬如讲啊，去啊到嘅台中嘅火力发电厂嘅片嘅附近，嗰邊有讀到自爆，空氣自爆。細年嘅照嚟講，都冇應該，去老輩人嚟教。但係我哋一下做阿爸阿妹嘅心情，都講啊，細年嘅啲那個成長嘅階段，人都應該一啲老輩野嘛。啊，對細年嘅其實係呢quite唔公平嘅一件事情啊！對那條路5強啦、6強啦工業區附近嘅
那的居民哦，人的心情应该还能改唔样呐。那我请这个政府就不要为善了，他今天就讲清楚，为了石化业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牺牲。往前走，我们不是暴民，我们不是暴民。马唔跳，眼泪闭上闭，心可以如波走，演出滚通天，不去插转过，又走冲顶过。有你唔呀，一눈头公头。散步你马唔跳，眼泪闭上闭。转过又走，冲顶过，还有你唔呀，一눈头公头，村中推白，严重你，走行心烦恼。马唔跳，眼泪闭上闭，心可以如波走，演出滚通天，呼吸插转过，又走冲顶过。
其实屯爱中之后，准备差不多2年的时间写一张伪装的专辑，事实上写差不多就花冇2、3年的时间。最后一条词写起以后，桂英老师本身录到痛，所以半夜又拔起来，花10分钟时间写起一条童声。之后呢一条词呢，就一直是冇再改过。那条歌嘅係呢跟高雄後進繁榮強嘅運動有關。那個運動啊堅持28年。一個運動嘅前邊一路講過，伊講一個願望就係做得帶人也順呢，大家都半平山，做得看到更清楚嘅神呢。那其實係呢個改寫嘅信念。后进人判了25年，武清终于给他关掉了。这首歌叫做《动声》，这是希望未来变成是一个生态公园，然后让我们的虫、让我们的鸟回来，让我们的云跟雨不要再哭泣。动声。跳做的难能飞过，无声太低，一起令到沙发梦声，一条背，连住的众生的呀。一条背，连住的童声的呀。
我自己非常喜欢《动身》这一首歌曲哦。当时我看到版本，就是在去年年底武清官场的跨年围炉演唱会上，当申翔的歌声一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起鸡皮疙瘩，非常的感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首歌，它是歌跟在现实中是多么的契合。除了杀伐的苦难，伪装上的表达的是昂扬的传染。但咱还是想奔生命的韧性跟希望，寻到出路。